蘇同學，我想問一問翻你咧，阿會長講到啦，即係隔離課室又有聲音，係咪？係啊係啊，有。我哋又喺我哋嘅課室又喺度念緊題啦。你點樣可以專注到，或者點樣可以即係摒開其他嘅雜音，而去聽老師念題去計嘅數？可唔可以分享下你嗰陣時嗰個嘅經驗係點樣？係我諗兩樣嘢咯，第一就係習慣咯，即係每個禮拜都起碼上一堂。根本就每次聽嘅聲音都基本上係一樣噶啦，咁慢慢已經係個腦都已經適應咗。第二就係比賽咯，即係比賽嘅時候，需要嘅專注力好高，亦都好多時係會出現唔少嘅噪音。咁就究竟喺嗰個咁高壓嘅環境下，係點樣訓練到一個專注力出嚟咧？其實都係每年嘅比賽塑造出嚟嘅。哇，非常好，似乎比賽有啲功用喎，有啲功效。記唔記得你喺班裏面咧，點樣同你隔離左右嗰啲比賽啊？即係嗰個競爭力係點樣啊？絕對記得。我知道你喺你同班裏面都有幾個高手。係啊，高手啦，絕對係。我個班入邊起碼首先有李子俊啦。係啊，有石成恩啦，有何家瑜啦，亦都有李景峰啦，係啊，高手嚟嘅。當時就真係鬥高分嘅時候啦，咁就一嚟比賽考試有鬥爭啦，而另外就上堂嘅時候玩珠算簿啊，玩聽算啊，個競爭力就更加強，咁就有時真係啦，一有對手先會有進步。就變咗一個良好嘅壓力啦，對我嚟講。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蘇同學，你有冇啲乜嘢想同我哋嘅師弟師妹講下㗎？咁就對住鏡頭講啦，我要。係啊，對住鏡頭。好，咁樣啦，最緊要認真，最緊要努力，每一次嘅比賽都要好認真咁應付。比賽無論比賽定係考試都好啦。最緊要係做到自己100分，即係唔好諗個結果太多。每一次除咗同其他人競爭之外，都同自己競爭。你可能今年考唔到，下年都會考得到，或者今年比賽失落咗，下年就算冇贏到，你都會見到自己分數上有進步。最緊要係持之以恆咯，即係唔好咁輕易放棄，唔好話一次失敗咗之後就以後都唔好再嘗試。甚至我自己都係，我諗我第2、3次考仔杯嘅時候咧，係攞優異獎嘅，係冇獎杯嘅，係攞咗個證書，非常之唔開心，非常之失落。我諗仲要係我生日嘅正日去攞嗰張比賽證書嘅。次考仔杯比賽都適逢佢生日嘅前後，或者嗰日係啦，嗰一份生日禮物係非常之唔好受嘅，但係就係啦，之後咧都係有繼續努力，繼續學習，繼續之後嘅比賽都有更加好嘅成績啦。所以真係唔好俾一次嘅失敗去認定咗自己係一個能力唔夠啊，或者係做得冇比較人哋咁好啊。最緊要同自己鬥，每一年做得好過上一年嘅自己，係啦 ，keep 住努力。太好啦！阿會長，你知唔知阿蘇慧希係我哋泛太平洋咧？係喎，係咪韓國定係2001？係韓國。韓國嗰年2016定2017啊？2016年。2016年韓國嘅時候，E 組嘅總冠軍，即係全場總冠軍，好勁啊，係咪啊？打贏咗嗰時候有1000分嘅，即係本來佢可以練到1000分嘅選手，係咪？跟住又打贏埋台灣、馬來西亞，係咪啊？所以佢嗰次真係代表我哋為香港爭光，嚇。所以呢個就係佢頭先講啦，唔好因為一次輸就放棄，係要繼續努力挑戰自己。所以佢終於咧就攞咗呢個泛太平洋嘅總冠軍。非常好嘅經驗啊！係啊，本地賽竟然喺生日嘅時候攞咗張唔想攞嘅攞唔到獎嘅優異獎嘅獎狀，但係經過呢個我哋以為係一個絆腳石嘅踏腳石咧，
去到一個更高嘅境界，喺世界嘅舞台上邊，國際賽咧能夠攞到總冠軍，唔容易㗎。冇因為咁樣放棄係咪？冇錯。有好多人話我唔玩啊，輸嘅咁係咪啊？係。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個持之以恆咧，係令到我哋人生嘅即係一個好好嘅經驗。第日你將來成長咗之後啦，你可能會遇到好多嘅挑戰，你會繼續迎難而上。冇錯。我哋好多謝阿蘇同學接受我哋訪問嘅，佢好快翻英國㗎啦。多謝，好，多謝。我哋又有貴客到啦，今次睇下邊個先？鏡頭前嘅朋友唔好眨眼啊！我哋今日會有 reunion 啊，何君賢啊，佢而家讀緊係 finance。嗱，我哋撳緊，我哋繼續影緊嚇你。係啦，我哋繼續影嘅。坐低先，你可以坐呢度睇我哋。睇個衣着就知道係讀緊經濟。